經營咗呢個 channel 差唔多2年，發覺竟然從來冇一條片專門講 Casio 嘅。講起 Casio， 我第一樣嘢諗起嘅唔係 G-Shock， 亦都唔係大家好中意嘅 A168， 而係 FX50FH 啊，陪我走過咗大半個中學生涯同埋公開試。當年除咗部計數機之外，我嘅手上仲戴住一隻黑色嘅 G-Shock。當時對於 Casio 手錶嘅認知咧，就只係停留喺 G-Shock 同 Baby G 呢2個系列。直到呢1-2年開始研究手錶，再重新去睇 Casio， 先發覺除咗頭先提到嘅2個王牌 product line 之外，仲有勁多 hidden gem。除咗價錢抵玩之外啊，最緊要就係夠襟睇同百搭。而其中一隻就係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 Casio。Reference number 就係 LTP3007L7E2。首先講下手錶嘅基本資料。呢隻錶嘅尺寸係31×22mm，厚度7.5mm，重量咧就只有22個 gram。可以做到咁輕嘅原因係因為錶殼嘅物料用咗樹脂，外層金屬嘅效果係做咗鍍鉻處理。呢個物料其實係一種硬度非常高嘅過渡金屬。經拋光後，抵抗鏽蝕嘅效果相當唔錯，所以亦都係不鏽鋼嘅主要添加物。呢隻錶好多網友都叫佢做 Casio Tank， 遠睇的確咧有少少似 Tank Must 嘅，但係拎上手嘅感覺咧就更加似一啲 vintage 嘅斗領錶。錶盤設計簡潔得嚟又充滿格調，特別係外圈嘅分鐘刻度啊，為簡約嘅錶盤帶嚟層次感。即使係咁細嘅面積上面，都完全唔會覺得太 busy。而喺個 dial 黑白配色嘅基調上，金色嘅指針組同內圈金色錶圈起到點綴作用，為視覺帶嚟亮點之餘咧，亦都令隻錶增添咗一份高級感。呢個咁斯文嘅風格，完全顛覆咗我對 Casio 手錶嘅認知啊！而我唯一一個問題就係Casio 啊 ，water resistant 究竟有咩咁重要，要咁大隻字放喺個錶面度呢？雖然官方話呢隻係一隻女裝錶，但係我就覺得手有嘅男士啊都會戴得好好睇。有時手有都未必係壞事啊。雖然有好多錶戴唔到，但樂觀啲諗，有啲款式反而係手有嘅朋友戴得更有味道。玩錶無非都係咁啫，不斷發掘適合自己嘅嘢。揾到自己中意嘅風格啊！講咗咁耐，都未講呢隻錶嘅價錢。呢隻錶咧喺 Carousell 揾到最平啊，只係100蚊鬆啲。有時只要肯花時間發掘，唔一定要花大價錢，一樣可以揾到好正嘅手錶。嚟緊希望都可以同大家分享多啲抵玩同值得更多關注嘅錶款，亦都鼓勵你哋留言同我分享你哋中意嘅 Casio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